呢排個市道唔係咁好，加上天氣咁熱，如果為咗慳嗰幾蚊，食餐晏連凍飲都唔敢嗌，我覺得呢個行為簡直係犯咗刑事罪啊！罪名就係虐待自己。大家好，我係力高，歡迎收睇幾分鐘變專家。今集嘅內容係講有關於冰塊嘅故事。唔知幾時開始去茶餐廳食個晏，加幾蚊就有杯凍飲。之所以有凍飲，係因為冰嘅存在。究竟邊個天才諗好將冰塊加入飲品中？所以今集幾分鐘變專家就發掘一下，究竟人類喺幾時開始識得利用冰塊，仲會將冰塊變成一門生意？當人類仲未識得製造冰塊之前，就已經識得點樣利用冰塊。佢哋利用冰塊做乜？當然唔係為咗杯凍飲啦。最初係用喺醫療上，例如減輕發燒同埋肌肉發炎嘅症狀。同時亦都發現冰塊係絕佳保持食物新鮮嘅工具。既然咁有用，古人就開始想辦法將冰塊儲起嚟。早喺殷商時期，即係比起項少龍搵秦王仲早咗成1000年嘅時候，當時嘅人已經識得喺冬天期間將結成冰塊嘅河水儲存起嚟。但係嗰陣時冇雪櫃，佢哋點樣存冰呢？首先，古人會特登揀啲地勢較高、通風同排水良好嘅地方，挖一個好深嘅坑洞，喺入邊鋪上草席等隔熱物料，然後放入冰塊。呢種原始又有效嘅儲冰法就係最古老嘅雪櫃啦。去到周朝，儲冰呢件事已經升為國家級行政架構。當時有一個官職叫做陵人，唔好誤會，佢唔係負責凌遲處死嘅人。陵字喺古文入邊本身就係冰嘅意思。如果今時今日政府有呢個職位嘅話，佢嘅銜頭應該係國家冷鏈物流及冰塊管理局局長。就咁聽個名都知佢有料到啦。咁即係做咩嘅呢？陵人除咗喺嚴冬採冰及其有關運輸同儲存工程嘅總監之外，佢仲要負責冰塊嘅分配。無論係大小宴會、祭祀禮拜，甚至皇親國戚、大臣高官需要用冰嘅時候，都要得到陵人嘅批准。因為喺嗰個年代，冰係極度神聖嘅資源，只用冰塊係權力嘅象徵，所以做陵人必須係一個面面俱圓、公正嚴明兼且鐵面無私嘅真漢子。而嗰班貴族喺天氣炎熱嘅時候，齋怕冰已經唔能夠滿足佢哋嘅需要。為咗進一步追求享受，冰鑑就面世啦。冰鑑係咩嚟嘅呢？簡單嚟講，就係一個古代嘅冰桶，一個用青銅鑄造嘅雙層容器。佢哋就打造咗呢個容器，外層裝住冰塊，內層裝住唔同嘅飲品。呢個冰鑑唔單止能夠保持飲品涼快，更加係曬命嘅典範。喺差唔多呢個時候，地球嘅另一邊，古代嘅波斯帝國為咗冰塊，就整咗一個叫做 Yacha 嘅圓錐體建築，結合風塔同埋特殊嘅泥漿隔熱，製造出古代嘅無電冷藏庫。冷藏庫就整好啦，但係啲冰又點嚟呢？波斯人係住喺沙漠噶，嗰度日頭溫度高，兼且連河流都冇，喺邊度搵冰啊？呢個世界就係咁神奇，佢哋識得喺 Yacha 旁邊開鑿一條條好長好淺嘅溝渠。到咗夜晚，佢哋將地下水引入呢啲溝渠入邊，因為溝渠夠淺，接觸空氣面積大，加上沙漠夜晚天空無雲，熱量快速向外輻射，即使氣溫未到0度，溝渠入邊嘅水都會因為輻射冷卻效應而結冰。喺天光之前，佢哋就會將薄冰鏟起，搬入Yacha呢個圓錐體入邊儲存。就係呢個方法，令到波斯人全年無間斷都有冰塊用。及後嘅羅馬帝國為咗冰塊，佢哋由意大利嘅亞平寧山脈，甚至遠至西西里島嘅埃特納火山運雪落嚟。佢哋會用乾草同埋麥糠層層包住啲雪塊，放喺馬車上，揀夜晚溫度最低嘅時候，用最快嘅速度瘋狂將雪塊運落山。所以喺嗰個年代，能夠夏天飲到杯凍飲，反映背後唔係因為加咗2蚊，
而係動用無數人嘅智慧同血汗。但係有邊個又諗得到，距離家陣200幾年前，冰塊會由貴族嘅權力遊戲變成隨手可得嘅呢？講到呢度，大家可能以為我係時候分享有關於利用科技製造冰塊嘅故事。唔好意思，喺呢個結局出現之前，其實仲有段故，比起發明機器更加峰回路轉嘅真人真事。而呢個故事嘅主人翁就係美國人 Frederick Tilter。話說1805年，當時22歲嘅 Tilter 同佢哥哥去咗加勒比海旅行，就喺當地認識咗一班大富豪。佢哋靠住種甘蔗起家，不過賺咁多錢都冇用，就連一杯凍檸茶都冇得飲，因為當地長年累月都熱到發癲，而且根本冇冰塊。Tilter 喺呢班富豪嘅痛苦裏邊，發現咗一個大到不得了嘅商機。於是喺1806年，佢正式啟動佢嘅南海大計。個計劃就係租隻船，將位於新英格蘭嘅湖入邊嘅冰塊運去位於熱帶嘅加勒比海島嶼馬提尼克島賣。嗰陣時，全波士頓嘅人都認為佢呢個計劃係天方夜譚，話佢肯定失敗。咁又係嘅，你可以想象下，喺冇任何維持冷凍溫度嘅設備底下，得個艘慢吞吞嘅木帆船，最快都要經過20日船程，由凍冰冰嘅北方去到炎熱嘅南方，啲冰塊肯定溶晒變水啦。而事實上，第一次運冰嘅過程，Tilter 就得到一次沉重嘅教訓。當時佢淨係用乾草做隔熱，結果我諗大家都估到啦。行程都未去到一半，啲冰塊就已經溶晒，佢蝕到幾乎破產。但係 Tilter 冇咁就放棄到，佢開始不斷嘗試用唔同嘅物料做保溫，終於俾佢揾到喺鋸木廠唔要嘅木屑廢料。佢發現木屑入邊充滿空氣，係絕佳嘅隔熱體，而且成本近乎零。呢個將廢料變黃金嘅發現，徹底改變咗遊戲規則，令到冰塊融化嘅速度大幅降低。當時 Tilter 唔單止成功令到冰塊跨越赤道，佢仲識得培養客人。佢喺當地免費派冰塊俾酒吧同埋咖啡室使用，目的就係教潛在嘅客戶乜嘢叫做凍飲。佢一手將冰塊呢個奢侈品變成咗生活上嘅必需品。呢個原本被認為係自殺式嘅創業，最後竟然令到佢賺到盆滿缽滿，甚至將喺美國結成嘅冰塊運去印度、香港，甚至全世界。Frederick Tilter 呢位冰塊之王教曉咗全世界，生意唔係淨係靠賣嘢，而係靠創造需求。正當 Tilter 以為佢嘅天然冰帝國可以統治全世界嘅時候，機械製冷技術正式降維打擊。就喺1851年，美國 John Gorrie 醫生成功攞到史上第一部空氣壓縮製冰機嘅專利，從此喺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可以製造純正嘅冰。呢個唔單止係科技進步，亦都將 Tilter 嘅生意徹底瓦解。冰塊有一樣需要千里迢迢運過嚟嘅奢侈品，變咗一開製就有嘅平民商品。Tilter 嗰個依賴天然同物流嘅帝國就咁樣成為咗歷史。Tilter 嘅生意之所以沒落，係因為佢守住運冰呢個工序，而冇演變成製冰嘅技術。就正如今日，好多人會覺得 AI 嘅出現會令到好多工種被取替，甚至不知不覺間消失。不過我就覺得，與其擔心淘汰，不如積極啲行出第一步，嘗試下利用 AI 作為工具，話唔定 AI 會成為你嘅好幫手呢。今集就嚟到呢一度，喜歡呢條影片嘅麻煩俾個 like， 想聽多啲有關於食物嘅歷史同文化，記得訂閱我呢個 channel。我係力高，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